新任的劳动部长洪胜汉明仔去立法院报告劳动部霸凌的事件，民众党今仔早起嘛去劳动部抗议哦，伊嘛预告讲，这礼拜六会办反霸凌大游行。立委郭聪是讲着讲，前劳动部长何培山有承诺讲2礼拜特别交新的调查报告，即卖今要到期咯，伊望讲新部长会当积极。反霸凌要立法，吹哨者要保护。台湾民众党将近30个党工手握白纸单，伫劳动部大门口针对最近公务体系一直传出霸凌事件，呼吁政府落实申诉机制，甲推动第一个讲出来人的保护法的立法。要一个被霸凌者、苦不堪言的受害者向原单位去申诉，根本就狗屁不通。所以我们需要有公正的外部的力量进来做调查。人事总处要管，考试院要管，行政院要管，但是没有人管。霸凌的定义在学校的霸凌其实非常的清楚，但是我们的公务机关他不把公务员当劳工，我们可能要定专法，或者是在现有的办法里面一条一条来修。民众党伫移动环有个下礼拜日正式提出反霸凌专法的草案，针对进前劳法署8分署霸凌事件中期调查，前部长何培山当初承诺2礼拜来说明。黄国昌希望新任的部长洪胜汉爱伫立法院专案报告进前有一个交代。今天下班以前，请把重启的调查报告交出来。明天到立法院，好好的说明你们重新调查的结果。劳动部透过声明强调，8分署的案件在中期调查阶段，会赶紧调查清楚疑义。因为霸凌案已经是社会瞩目的议题，也已经邀请学者专家、地方县市政府为定期预防申诉等方向进行审慎建议。民众党发起11月初7游行，同款也要求，互警消同仁有组工会权利。为回应基层诉求，管事部目前已经在修正协会法。行政院甲考试也达成初步正式共识，等修法通过了后，应搁加保障基层人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